各位朋友，大家好啊！那今天非常开心，我们又出来跑个特别任务。今天特别任务什么呢？来拜访这个基进党的立法委员陈柏委员。陈委员，你好，你好，哎，我是选区单票委。那委员当选之后，我们觉得跟想象的不太一样。无，其实甲想的同款，但是就是咱做了有够。大家人对咱的期待，当然中央的部分，这个因为是可能网络的关系，也是这场选战的关系，大家足关心的。那地方的部分呢，我也真出力来经营所以双方面来讲，大家人对咱的要求拢真悬。咱知影这个期待所以嘛拢做认真在做。那委员这个月有在自己的脸书上面你在网络上互动其实蛮频繁的嘛，你有在自己脸上 po 一个许愿池，我 follow 到，今天就特别统整了。当然我没有办法去筛选这些人到底是你的选民，但你可以来看看这些人说的到底有没有道理，或是你能不能帮他们达成。好，首先第一个，非常需要晚上10点以后到台中市区的末班车或火车。其实这个物件有啦。其实有啦，咱当然爱看伊的地点甲时间点是偌晚啦。比如讲你讲半暝2点，咱要求这个火车嘛无道理。台北也没有。但实际上係实际上是我知影1点以後，還有一寡班啦，就看伊的地點，看伊的時間性。委服务是非常周到的那第二个，馆长的健身房，我必須講館長伊是私人的產業啊，這個館長的健身房的許願的親像，阮兜對面敢有那種麥當勞，你來問麥當勞，所以你要愛館長的健身房，你來問館長。那但是這位因為包括選舉前後，咱有一寡活動那有機會甲館長來邀請啦。啦，主要你知影商業的物件考慮到人口的問題，咱的選區人口群聚可能是刷到甲烏林可能伊人口的規模未達到因商業的要求啦。但是事實上，伊最近是有要佇台中開一間，這是市內開一間，這是真正有。也不能勉強館長啊，對，不能說許願我們就要求要挾館長了，我們也做不到了。好，那下一個是說這個大烏龍一直沒有一個這個獨立的書店希望說可以有一間那個兼具在地人文風情的這個。這個概念是安尼當然第一這是商業的，這感覺是私人的啦，當然。對。但是因為伊有文化的關係，所以大部分這種獨立冊店經營起來攏相對困難。那台中較有名的是豐原的三民書局，甚至是伊是一個全國性的知名度，但事實上伊嘛收起來啦。你講邀請大家來經營，一定是真歡迎啦。但你講咱政府來開一間，我想你都要叫對一個公務員去顧這個做困難。那咱會當做的是講，咱因為即擺咱烏里甲霧峰這兩個服務處，可能相對有空間。那咱會當可能開一寡圖來大家觀測也是換冊。那這件代志是咱做會到的，所以我看到這個信息的時候，我都有甲烏里服務處的人交代講，咱是毋是？會當家己甲厝內的一寡冊摕出來擺，來甲大家交換看賣。某一個程度半獨立書店。追分火車站也設一個 U-Bike 站，怎麼樣？我必須要講，這個物件伊就是愛有一個起頭的啦。那迄個起頭的人其實是市府。那市府講我要來這用點，我會當做的時陣是講，你若用到高鐵代替的地國有財產、國有的土地，咱會當盡速要求相關部會來設。那我想火車頭邊愛有腳踏車站是一個。足簡單的道理啦，你學生的通勤啦，這個住佇附近的啦，是講這個車頭出來，這個叫做終端接駁。你車到的時陣，我要坐公車轉去阮兜，還是要行路轉去阮兜，還是我會當騎腳踏車轉去阮兜。這攏愛是選擇之一，安尼大家人來坐這個火車較會有興趣，無我就塞車就好啊。所以你要推出大眾運輸，我認為車頭要有 U-Bike， 高鐵要有 U-Bike， 這是足天然的道理啦。好，那下面一題是3Q 壘球隊。這就有一點仔複雜啊，就是講其實我足單純，我想要拍球。對。我家己嘛有咧拍，所以迄個時陣我就講選後要來組一支球隊，然後選後一個做現實的。問題迄個時陣，我相信大家人攏知影，我佇選舉的過程中愛開直播。那選後其實發春的若是一寡活動，我嘛有開直播。但是後來安那武漢肺炎嘛，對，驚人濟嘛，所以咱就私底下講因為戶外活動迄個時陣佫無遮爾啊，坦白講無全世界無遮爾嚴重，我無大家來拍球，已經約好啊，場地也租好啊。
结果来150个，啊，无机会通斗阵啦。但是咱有办过一道的这个练习啦，有办过一道。最后一个是没有电影院，这个怎么办？其实吼，台湾即马开始有一寡印象是相对小型的，所以如果是要满足电影的需求，其实是会当邀请这些厂商来。如果哪有兴趣，我愿意协助这件代志。那我最后再跟我们电机前面的朋友、网络前面的朋友呼吁一下，就最近这个病情还是蛮严重的哈，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说就注意的事情？那我想吼，武汉肺炎这件代志，我定记这个，印度伫中国边啊，有人讲吼，这个人口搁全世界第2济。所以有可能因有这个扩散的可能。但是呢，伊其实到暂时确诊案例无几个。那后来就有人讲因为因无快筛能力啦。嘛有人讲因做爱食咖喱，所以有姜素安怎款的抵抗力就啥货啦。是讲因的环境做恶劣，所以是因有法度生存，表示因的抵抗力足好。其实后来咱去想一个较合理的解决方式吼，我用手捏饭食物件。对。伊的手洗甲比咱的猪较清气。所以这个故事就是鼓励大家爱接洗手、接运动，莫紧张、莫惊吓，增加家己的抵抗力。尤其意大利最近虽然真悲伤，但是你也知影有足侪这个离开的拢是相对较时大的，嘛就是讲身体的抵抗力甲病毒这个感染的时阵，你有法度来恢复的这个能力，其实甲年岁、甲抵抗力有足直接的关系。我想政府的用心免代表来监督，佮加上台湾的医疗水准是有机会。会当躲过这个难关啦，这才是现在，因为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现在大家最普遍的愿望，就是平安度过的。当然。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陈委员来帮大家台中市民解惑许愿啦。感谢 ，Thank you。OK， 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啦，拜拜。拜拜。